做出咗前撐嘅動作啦。咁呢一個運動啦，可以睇到係除咗手眼協調之外啦，亦都係要非常大嘅體力啦，同埋要練好多嘅技術啦，同埋體能嘅訓練㗎。見到林烈棟師傅嗰邊啦，咁佢都會做出攻擊啦，咁打緊嘅學員咧，亦都會做防守嘅動作嘅。其實泰拳運動員咧，佢哋每日除咗跑步、跳繩、重訓之外，擊靶嘅動作咧係不能缺少嘅。除咗打沙包之外，咁佢哋平時操練啊，我諗都係有起碼4分鐘個回合，10個至12個彎嘅。咁佢哋先喺個可以喺個比賽裏邊3分鐘3個回合先可以足夠嘅體力去支持嘅。